天父，阮感谢你，天父，阮感谢你。哦，阮伫天里的天父，阮深深感谢你。天父，阮感谢你，天父。 深感谢，敢若安尼歌词尔，天父，阮感谢你，来，天父，阮感谢你。
诚侪芳的祭献上伫你的面前，愿你感觉，祈祷靠主耶稣的名。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仔日的聚会。着我靠上主来做好，踮伫即个土地安居乐业，着因为上主来欢喜，伊会满足你的心愿。正兄弟姊妹，咱开声吟新圣诗第22首到上帝面前。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关联的话。咱冲突较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咱请起立吟全首。
阿姐，当心来祈祷。天父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有公义甲仁爱，阮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你阁有小事独生圣囝主耶稣来成做阮的拯救，阮真感谢你。主啊，阮有时会冤枉别人，欺骗别人，有时阮的信心无够，有时袂记得你的慈爱。求主你来赦免，求主你施恩赦免阮的不义，互阮会当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伫即个世间做光做盐。主啊，阮知即个世界有真侪所在无公平、无公义，真侪人拄着战争、传染病，阮的社会嘛有真侪冲突，有政治的困难、经济的困难。有咱内心的困难，愿拢要你来恳求，求你来施恩，求你来开路，带阮每一个人会得到你的福分。愿求你互平安，互每一个人，互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得到你的疼痛。主啊，我嘛恳求你赐福伫百德教会甲公园教会，互每一个信徒病痛拢会当得到医治。事业学业顺利，信仰日日进步，生活有活出救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互世间人看会到，这是有主同在的教会来归因光互你。愿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来攻读课英文第6篇，诗篇第16篇，我来刻会众大声来念。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州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是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再来掀开圣经腓立比书3章第9节，保罗先生安尼讲：完全甲伊个人，无阁有迄款靠家己手律法来得到的义。我现在有的义，是通过基督耶稣，信靠基督，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义。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佮体验伊格外的大能力，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毋望家己嘛会当对死过活。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走，毋望通得到赏。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命。愿上帝祝福伊的话，赞美咱请圣歌队
因要献的诗是“愿基督心志点伫我”。用诗歌坚固大家心志。即马正道，咱真欢喜，捌得教会倒宗人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只有一块乒乓球的比赛，咱将时间交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转来咱光丰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5年前得到黄牧师甲咱郑丹江的祝福，带着这个祝福到伫北地教会伫遐服侍。今日有机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咱做伙来算上帝予咱的恩典。拄好伫10年前12月。10年前呢，总会有交代我办一个乒乓的报道会，邀请史密特来台湾，我主办伫这个马街的一个大礼堂。一般咱报道会拢爱游览车、爱动员、爱开真侪钱。迄届呢唔免，
来2200个，也有真侪人信主，特别是李世阳因全家信主，所以对我真大的鼓励。这个左桥福音事工吼，真正真好，哦，毋来当人带人信主吼，佫毋免开足侪钱，吼，毋免广告，毋免来动员吼，安尼马该呢爬楼坐甲甜2200个。2019年有一个咱公园教会小朋友下一页，再下一页。这个小朋友咱感捌，因爸爸妈妈坐伫楼顶啦，街上陈其韵，陈其韵，陈其韵呢，牧师伫遮做总干事，要去巴德教会服侍的时阵，陈其韵足疼卓牧师啊，伊讲伊要奉献伊的奖金，500块奖金，要来买一块桌球桌来送给巴德教会，卓牧师要去，500块是要拿买一块迄个德国的，哇！所以因爸爸名人就加码5000。文义长老嘛是伊的教练，佮加码5000。曾教练加码5000，嘛无够，其他的长辈呢就加码，买这个德国东尼克原装的这个桌球来送这个巴德教会。因为安尼阮对这块岛得到真侪恩典，今日要甲咱报告。那今年呢，这个奇运呢，已经成做咱国家的青年国手过去伊拍输牧师的时阵，流目屎会哭。我你神啊，你来阮输我，我不喜欢输啦那今天可能卓牧师要流眼泪了排第一场的这个表演赛中间这个曾教练，就是伫咱遮服侍10几年伫迄地下室甲咱服侍10几年的曾教练。好，那奇运呢已经摕到澳洲达尔文女子13岁的冠军，旧金山 WTT 15岁冠军，挪威挑战赛15岁的冠军，为国争光。今年跳级，今年15岁跳17岁，嘛选到这个咱中华民国的这个青年国手，真的是感谢主。那因为奇运，他把他所得到500块的奖金来奉献给巴德教会，我就开始讲这个道球福音的事工的故事。头一个就是阮用这个奉献的这个岛来办布道会，邀请社区12个这个慕道友，迄阮请黄信雄长老做见证，伊安怎见证讲伊过去安怎样无好。安怎样家庭嘛无好，事业嘛无顺利，但是信主了后，主安怎改变伊的生命？安怎样引带伊的家庭？安怎样祝福伊的事业？讲甲真感动。隔日突然有一个医生打电话给我，7点，伊讲牧师，我昨天参加恁一个福音左桥福音，真感动。伊最近嘛拢有来礼拜，2月7日嘛来比赛嘛真做阮左桥福音事工一个真好的支持者，这是头一个。即马是咱国泰医生新竹毋是桃园第二呢，阮用即块乒乓岛上帝敢安排一个基督徒的教练，伊初信了后呢，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感谢。伫去年加入八地教会的服侍，所以牧师就甲伊安排这个书会像头拄这陈医师、杨医师迄个书会。这伊的后生有一摆伊国小6年级全国第3名所以讲你甲牧师拍看觅，煞赢我呢，哇安尼，无就请你来做助教，请你做助教。因这囡仔真缘投，所以这助教若无来，阮遐女生拢会问助教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子婷呢她功课又好球又打得好，然后呢又可以赚零用金所以牧师说你们要向我们的大哥哥学习就是子婷今天子婷有来在哪里？坐在那里坐在他到2垒去好。那么，因为
咱的叶教练伊真欢喜服侍，所以今仔日嘛开教会福音车来吼。阮上济拜六，拢10几个，最多22个在教会打球巴德教会毋是像咱遮大间敢若一间透天29坪，所以拜六下晡时10几个囡仔等咱撞来撞去有人气无？真有人气，真热热，真欢喜所以阮即个岛和巴德教会拜六拢有遮小朋友伫迄个所在，真有人气真感谢主。去年咱阁用即个岛举办国手挑战赛这个国手就是呢傅恩迪国手伊的见证互咱真感动。傅恩迪的国小6年级的时阵，爸爸就过身去，所以当伊咧拍拼的时阵，爸爸过身对伊来讲真大的挑战，真大的挫折。总是有一个信仰的妈妈，各位信仰的妈妈，就鼓励他，带伊祈祷，你唔通放弃。就安尼，这个囡仔呢就无放弃。伫遐想袂到19岁就选到国手，这个国手是上帝特别选伊的。为什么？因为在决胜局第5局，剩一粒伊就输伊的对手是连续8届的国手吴志奇国手，4比10，剩一粒就输想不到逆转胜，竟然赢了这个8届的国手吴志奇，就19岁就选上了国家代表队。不止这样，神在他的身上使用他，让他有很多的见证。伊真怨叹，伊讲伊会当读高雄中学这是高雄上好的中好但是为了拍乒乓，伊要对伊的教练转去对三信。三信遐少年人就较无爱，三信是伫倒位？高雄中学大家拢知就真怨叹。但是呢，他国手退役之后爱找头路。三信在招这个银行这个职员呢，也不是好招的爱客气。但是因为他是三信毕业的，优先录取，所以因为这样，神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感谢主，因为伊爸爸真早就过身去，所以伊就早婚。早婚呢，因太太无信主所以大家都替伊祈祷。因太太嘛真乖，拢对伊来礼拜。大概就人来心无来啦。带你7年拢唔洗礼呢，足辛苦的呢。但是去年圣灵感动，受洗了，全家非常的喜乐，特别太太非常的热心。他们不只是追求神、服侍神，他们2位都实行11奉献。傅恩迪一个月赚6万几块，因太太2万多，拢1/10分别做成。因为迄间教会真重视青年人，因为青年人100几个，去这个平湖宣教训练的时阵，一个5日爱7、8千，收2000，6000要安怎？6000就是人奉献。这有经济能力的青年，因负责7、8千，家己负责。甚至呢，赚较侪钱，讲这个学生无够，我来认养1个、2个，这样全部都去。所以这间教会青年呢，非常的回热，就是教会有投资伫这个青年的这个信仰的顶端。八德教会嘛是有投资。伊若出去考调大学，莫离开教会，一个月2000块的奖学金，你就去帮助遐个牧师。去年有4个考调，其中一个去嘉义，1月初6已经受洗咧。较早伫教会礼拜就看手机啦，无拄久啦，去迄间教会，真侪青年，今年31个洗咧，嘉义的荣美教会，所以。教会真正爱推行10%，将家己的时间、家己的金钱分别做成，爱重视咱的青少年，爱投资伫咱的青少年，甲这个社会、邪恶的世界来抢灵魂，这就是阮真感谢主互这傅恩迪会当来做见证。
然后大家就甲国手挑战，国手挑战，非常的欢喜。继续，毋若安尼，我阁将启运所奉献的即块岛呢，甲圣经会考联合，毋若干那拍乒乓，就爱读圣经啊。为着要互遮个无道友会当来教会礼拜，有诶是干那来拍乒乓啦定，是毋是？总是呢，阮期待阮的选手嘛有机会来听福音，所以就邀请遮个选手呢，共款伫8点钟礼拜日8点钟拍乒乓，当时讲礼拜日先咧拍乒乓，开着毋对，你若要排吼，伊就袂来，伊下晡开来啊。所以就排8点第一场比赛，第二场参加礼拜，毋则当听到福音，都救伊的活命，然后食饭了，较开始比赛，这就是安尼。所以即届就是甲圣经会考联合，无说出82条，互遮个模拟试题，80分对内底出。80分对内底出，所以你也袂考0分啊！你著看模拟试题，你上少就80分。但是你若要考100分啊，你著爱甲我拼，甲牧师拼呢。昨昏一个开刀的，去探访80岁啊，去讲咧看圣经啊，讲我你是安那咧开刀了，你著咧看圣经，4月13要考试啊！我顶回趁600块，80岁，把这个圣经会考。一个较严肃读圣经的，改活动化、趣味化、福音化。好，迄届圣经会考甲乒乓比赛初级组的第1名、第2名、第3名，拢公园教会弄这个杨家五宝啦，冠军的啦，这雅恩啦、雅泽、雅成、依山啦、依言迄日咧摸奖金摸甲欢喜甲当然，搁较感谢主，就是迄敬会甲我讲，因遮小朋友本来敢若来拍乒乓，即马拢有来咱主日学，有来敬拜上帝，这是非常的感谢。所以巴德教会嘛是咧造就咱公园教会的小朋友好，那么圣经会考。是通过陪伴、祈祷、全家有共同的目标、主题来重视上帝话。伊的话咧是会自然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发生作用到年底的时阵，就举行101，就是一个基督徒带无道友，是爸爸带囡仔，阿公带孙，安尼2个人一组来参加圣经会考，就是101的圣经会考。我会记起迄阵传道部长的时阵，咱中华办圣经会考第1名啥？咱公园教会我摕到一台 HTC 的迄个手机有无？公园教会摕第1名这袂歹所以就甲办101，佮拍乒乓阮有一个教会叫做平安会行动教会，有2个小朋友嘛想讲要来拍乒乓但是伊无要读圣经伊干那要拍乒乓。就问个牧师讲，我只要打桌球可不可以？不可以，你打桌球不要参加圣经会考，不行，不可以去，结果呢，因2个就乖乖要读圣经，就安排101安排一个执事圣婚执事，搁一个吴翠华牧师来陪伴这2个小朋友，唔来跟他拍乒乓，搁爱读圣经。所以坐伫车顶要来教会进前手摕啥？摕模拟试题2个等下背，背咧煞去考第2名的啦，迄届是全教会总决赛去考第2名，乒乓搁考拍第3名，2个搁领甲欢喜甲，上欢喜的就是讲因牧师讲即摆叫伊读圣经袂毋免讲人叫伊家己会读圣经。感谢主，有没有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通过启运这个道咱做福音的时间来培养这个小朋友。继续第2月初9，阮来办一个福音的生命见证会，就是乒乓的比赛
这2月9号，这礼拜做咱新竹监狱的典狱长，后来做咱第1任的这个矫正署的署长，叫做吴宪章。那吴宪章甲我也是真好的朋友，一摆过年的时阵做伙食饭，我伊就甲我讲，上帝予伊2个癌肝癌2次，第2次台大的团队已经讲机会渺茫，但是神让他活起来。那么我就甲讲上帝留你活命是要创啥？就是要互你有机会做见证、传福音啊。伊煞甲我讲好，好我就马上安排，所以马上安排2月9号。一个政务官，他要把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软弱来甲人讲，这真无简单。那毋是信心会引出来是真无简单。所以因夫妇就答应我安排福音生命的见证会。因为这署长嘛，足爱拍乒乓第1届署长杯的是他创办的所以佮颁一个小朋友挑战这吴宪章博士安尼好，同款第1场爱来拍乒乓第2场来听福音嘛，咱叫做足球福音嘛第2场就听福音安尼，就听吴宪章署长伊的见证。伊2届肝癌迄日，咱新竹陈福祥医师下晡也来就是他的救命恩人第1个。第2次台大已经真渺茫是最近，但是神都奇妙医治他。伊毋那是肝癌，佫有2个肠癌，佫中风2摆，佫活落来，真正是上帝足奇妙的作为。伫伊的心上，所以伊安尼讲的时阵，阮有选手第1摆来教会听福音，真感动。3礼拜后就是3月初9，有一个医生写配合我，伊讲我听你的道求福音的见证了，真受感动写伊的。3礼拜前有一个太老拄来台湾啦，伊的手呢去互电锯锯12公分啦，神经啦、桡神经断裂，动脉、静脉断2条，肌腱断8条，伊佫无健保，爱家己佫无钱，要安怎？若去参观爱15万啦。我听了福音的见证之后，我就动了慈心。本来爱15万啦，伊该处理本钱该处理4万块。伊讲帮忙病人减少病人的痛苦，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谢谢您给我见证的力量。上边迄个摕红包迄个迄徐金洲医师，他拿到我们全国医师杯的冠军，在桃园已经很有名的一个骨科医师，他拿过全国医师杯冠军、桌球冠军的徐医师，他愿意打桌球之前来听福音做礼拜，上帝就拣选伊，借着罗卜的见证，予伊成做一个良医啊！即摆名医足济，良医就是林敏仁的医生，愿意为这些痛苦无助的人付出，这就是良医啊！伊伫一届听见证了，上帝拣选伊做良医，成做正人的帮助，特别是苦难中，这外劳拢无法度的，伊来甲伊帮助。上帝借着咱启运这500块所奉献的乒乓桌伊今仔日竞选一个医生，予伊听到福音，伊愿意成做一个良医，非常的感谢上帝。所以因为启运所奉献这个乒乓桌也因为真侪听主的人愿意回应上帝呼召，甲认同导致这个事工，互咱会当共同经验着圣神的感动，讲出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故事。
提升咱的生命，提升的咱生命内涵，对肉体的快乐、健康的快乐，到心灵的快乐、灵魂的喜乐，你找到生命的意义。圣神感动慈运奉献这块岛啊，嘛感动阮八地教会，干那50个，会当成做平安会教会的母会。这项代志，我做总干事的时，这地牧师就一直来找我，我是免啊做母会。到巴德教会，伊嘛找我，唔帮我煞。我祈祷看卖，祈祷哪流目屎，我啊惨啊！这真正是上帝意思啊，袂当提示啊，我就该带。上帝伫这间教会也是满满恩典伫阮的中间。到伫去年，这间教会伫咱中会已经设立正做堂会，7月1日，12月29完成一间教育中心牧师馆，12月29号。这栋老厝是有28.6平。伫这中间，阮的教会有一个兄弟借伊的朋友借钱啊，基督徒敢会当借钱互你的朋友会当无？可不可以？文丁长老，可不可以？借钱给朋友可不可以啊？可以啊。美圣长老可不可以？看情况。这想较济啊，借给穷人可不可以？借给穷人阮远亲卢秀美，借互善良人会使无？你看起来是贵妇会使无？借。安尼你有照圣经的话不可借给穷人但是呢，不能跟他要就是讲爱送予伊就对了，爱送予伊。因为耶稣安怎讲呢？耶稣讲讲你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的，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你会当借送向人，但是你袂使甲倒就等于送伊就对但是呢，照你家己的能力嘛，阮这个兄弟伊就有照圣经的教示，伊借伊的朋友无毋对借到将伊的劳保退休金拢借伊轻轻互伊拢总800万要救伊的朋友，但是伊的朋友呢事业失败，倒，所以黑道白道拢来甲讨钱敢若这耶稣道这个无甲讨，所以讲我安怎我都要还你。因为你也是劳保退休金我一个月还你2万，2万。有一摆伊敲电话互伊，伊讲无人我住院住遮久，我的心脏去装迄支架，装骨力机今仔咱足感动伊讲伊迟到就是伊转去救病人我心脏装支架骨力机进前装3支所以我借你遐钱，我甲你借的钱我若安那阮囡仔若放弃继承的，等于袂当还你，连一个月2万嘛袂当还你对无？无安尼我囡仔的厝甲我安尼来欠500万来还你啦800万就安尼清啦，安尼好无？当然好这项代志，伊拄好看到八地教会的周报，讲咱的教会平安会买这间厝，这间厝是有特殊的房子，因为有母女2个人在里面结束她的生命，所以1400万买到780万，但是才有100多万了所以因得祈祷，咱一定要去借钱因为要登记咱中华财产法人，银行嘛不爱借你，你迄个特殊住宅嘛不爱借，所以爱现金才当买遐俗。所以因伫遐祈祷，伫遐算的要去甲什么人借钱，什么人借钱出来的时阵，我敲电话互因，拄好500万，因拄好年500万的计划，刚刚好。
他们要行动的时候，刚刚好，神就供给500万。有没有奇妙？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真正上帝时间，上帝作为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精准。所以在12月29号，我才知影这个故事。哎呀，拄啊好500万，好。过来，这咱袂当工作者，哦，这咱上啊，这咱教会长了，对吧？啊，苏世强长老，哈。然后呢，下一页。巴德教会上帝赐予我一台 T4 161万，买这台，佫送边仔迄台，佫送一台啊，吼，安尼，这故事足长，总是阮买这台，今日阮的教练使来，佫送这台，苏院长讲，送的人足感谢，送玻璃基督教病院送了对，所以头前迄台嘛伊送的。买一送一再加一啊！故事真精彩啊！以后再去讲啊！一块倒爱比赛，爸爸妈妈坐伫遐，上帝真正疼你的囝，起晕啊，心都会流目屎啊！讲袂尽的恩典呢，对这块倒啊来发生。真侪人来到乒乓岛啊，进前是要得到啥？得到会败坏的免流。这句咱做伙来读上来，侪人来到乒乓岛啊前，大部分的人是要得到会败坏的免流。见若到那里，因是要得到会败坏的免流。若是咱是要得到未败坏，咱是要得到未败坏，就是天顶的冠冕啦。世间人所得到的免流会败坏。总是去上帝面前啊，所得到的免流是啥？未败坏。当你得到灵魂，当你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你所得到的冠冕啊，是不会败坏的冠冕，是不是安尼？一对乒乓岛的比赛，是要组织大家做伙来学了上帝，来讲上帝恩典。上帝对伊所听的人啊，所安排。所予伊的是啥？超出所求所想，有没有？阿门，阿门。咱虽然是一个极软弱的毁坏的器躯，总是因为基督伫咱的中间呢，互咱正做宝贝，显明基督的能力啊，是出自上帝。互咱的心啊，无在伫人的智慧，是在伫上帝的大权力。我们的信呢，不是出于人的智慧，不是人高讲话，人高做代志，高做人。你的信心不是安尼建立的，你的信心是啥？是建立伫上帝的大权力。你不断经验上帝的改变，不断经验上帝的恩典，不断经验你的悔改，不断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经验着上帝的大权力。福音是啥？福音就是上帝大权力，要拯救一切相信的。只要你相信，你就要经验到上帝的大权能。所以上帝使用这个小朋友的500块，兄弟姊妹，你若甘心乐意，上帝就要使用你。亲像迄个2个半银的妇人人寡妇，伊虽然小小的2个半银。总是上帝使用伊，正做正人的模范。阮这个兄弟，上帝使用伊这500万，不是叫伊奉献啊，伊是无息贷款啊。奉献的人另外上帝竞选啊。这个时间，上帝使用这500万，和12月29会当来完成这间厝。所以兄弟姊妹，只要你的心。有传福音的使命，上帝就会使用你这小小的乒乓岛啊，做拯救人灵魂的器具，互你呢会当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心，互你会当得到啥？上帝伫耶稣基督对顶面吊咱的心，互咱的人生有清楚的目标，清楚的使命。互咱的信仰不断的有圣神的感动甲回应，互你的灵命愈来愈充实，
愈来愈喜乐，愈来愈有意义。我们上帝祝福咱，特别明年70周年，咱来教会有机会，伫道球乒乓的这福音的时间，伫传福音的时间，伫建堂也是开拓教会的时间，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新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八个教会今仔日会当甲公园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主，阮对伫你的话，对你所奉阮，阮不断地经验到你奇妙的作为伫阮的中间。特别你竞选公园教会一个小朋友陈启运，伊将伊所得到500块的奖金完全奉献，来买一块岛啊，互这块岛啊，真侪阮众人的祝福。也侪人信主的机会，主，阮感谢你，恳求你继续来造就启运，互伊的生命，互伊的成绩，拢有上帝你特别的恩待伫伊的中间。愿你也祝福阮公园教会，伫阮黄牧师的领导下面，阮的公园教会真做你所欢喜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充满见证的教会，充满恩典的教会。主，愿你的话搁一摆感动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牧师真水的见证，万人兄弟姊妹得到勉励，做伙来行上帝赐咱的道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新圣诗306首。这是一个轮唱的诗吼，咱照这个谱吼，第一届做伙唱，第二届咱请八德教会会友先唱，好无？啊，咱副歌的是公园教会的会友加入来对头开始唱哈。咱请起立吟全首。做伙来，我的心里着了主，着了主应感谢他。我的心里不通为你，一切何处是主所
请坐。即摆来奉献，咱请书献的同工。受第一届来的会友对奉献的意义无了解的，请毋免奉献，不要紧。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慈悲疼痛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明白生命的存在是出自你无限的恩典。阮感谢你的救赎，我嘛得到天国的盼望。感谢你，互阮合适用奉献来成做恩典的行动。阮的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请陈美成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予咱两个教会做伙敬拜上帝。也真感谢道牧师伫今仔日带来真好的信息，感谢。也真欢迎八地教会的兄弟来参加阮的礼拜，请八地教会的兄弟起立好无？阮甲你拍捧啊！欢迎欢迎。来请坐。请问下晡要参加乒乓比赛的人举手。哦，有哦，有人哦吼，好，感谢俄罗主。若有兴趣的兄弟吼，去楼骹做啦啦队，好无？若是吼，八地教会，你感觉讲，我罕得来新店吼，要安怎？后壁就是公园，新店的公园，嘛有体育场，嘛有动物园。吼，也是你要伫阮教会参观嘛，拢真欢迎哦，吼，欢迎欢迎，好。来看第二项吼，3月22号，咱公园教会有办一个死守爱无限的福音大会，咱同心合意传福音，真快乐。迄一日呢，有60、70个来参加。请问今仔日有来参加的死守爱无限的兄弟有来无？敢有？有吼，来欢迎。感谢主！今仔日嘛要欢迎另外一个新朋友哦，叫做李富雄先生，请起立。
哦，欢迎，请坐。哦，咱今仔日教会做一人客哈。好，来看第3项。阮光远教会有咧举办幸福小组，已经办6期啊。今年是第7期哈。有今年的幸福小组分做2组，第一组叫做爱无限的幸福小组，第2组是运动很幸福的幸福小组。各位兄姐，恁若有朋友还未信耶稣，有想要来认捌上帝，大家带来，免客气哈。好，咱即马看第4项，咱光远教会甲台湾实学院有合办信徒领袖的培训课程，若有兴趣的欢迎来参加。第5项，甲恁考试，今年的国外节几月几号？在的人举手。哎呦，100分，拍手！是啊吼，当年的国外节日期无一定相像，因为伊是用犹太的律法哈，历法哈，所以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20号。咱光远教会对4月份有一连串的活动，请大家家己看。特别是后礼拜4月6号打头阵的是，咱的买笔具哦，咱的囡仔和老师、校长要去后壁的花市来分传单，请大家为这项代志祈祷。这是咧传福音哦，嘛是传承吼，咱的后代，咱的囝儿，敢有真正热心咧传福音。咱需要做因的榜样，甲引带，吼，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嘛为着一连串国外节的活动来祈祷。这不但是纪念咱的主耶稣国外，嘛是咱传福音的好机会。好，来第6项，若是需要2024年的奉献证明的人，请伫1楼来登记。第4到6月份的事工轮值表已经印好。若有需要的同工嘛会使来领取，毋知牧师也是倒一个长老要。咱顶礼拜有4组爱无限吼，顶礼拜六，所以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参与伫这个活塞内面。这咱已经做几啊期吼，所以咱有一个影片吼。有一个影片吼，来看吼，咱有一个兄弟姊妹无来这个所在，但是你会当看见迄个热烈咱3人参与这个事工吼。然后咱有幸福小组，所以有10几位吼，新属爱无限吼，这朋友来到咱中间参加后壁这个福音的事工吼，所以非常欢喜上帝的带领吼。来，像咱这个背心的吼，拢是咱教会的兄弟姊妹吼，参与伫活塞内面吼。咱。今天是3月22，公益教会举办2025年的 TVBS 爱无限的上半年的活动。谢谢大家，感谢神能够差派我们先来这边预备。愿神祝福今天的活动，满满有神的恩典和慈爱充满着我们，也保守来宾能够享受今天的活动。
What heart could hold the weight of your love and know the heights of your great worth? What eyes could look on your glorious face, shining like the sun? What heart could hold the weight of your love and know the heights of your great worth? What eyes could look on your glorious face, shining like the sun? You are holy, holy. 结束了。内容拢总68位吼，对咱州为遮的里面吼来参加，所以市政府啊，佮有遮的里长有来参加吼，啊，然后佮有10几位接线，佮来参加咱的幸福小组吼，啊，所以咱是一个福音的一个系列啦吼，洗手爱无限，然后幸福小组吼，啊，所以感谢上帝吼，透过无共款的方式来带领遮个人来到咱中间，啊，佮咱的新人课程吼，爱报名吼，莫讲最后一天吼，因为爱有准备这些资料，啊，所以咱若对这新人课程有兴趣的吼，来参加吼，无兴趣嘛会使来啦吼，啊，若好奇的到底新人是啥物？那已经办到咱的教会内面吼，所以请大家来参加吼。所以差不多差5节5个礼拜，咱就让初步来了解信仰这个概念吼，来帮助咱建立真好这个信仰根基吼。人起来吼，袂使干那两串相交吼。啊，所以八地教会也嘛有准备2个小礼物吼，来互咱牧师代表啦，袂当每一个人啦吼。好，安尼就阮请2位牧师吼，啊，阮小小礼物啊来送互牧师。啊，佮有介绍咱牧师娘无吼？牧师娘，牧师娘嘿。非常欢迎有几年伫咱中间吼，帮助伫咱楼骹所以拢任何咱这同工吼，常常来帮助咱的教会吼，安尼。因嘛是有搞礼数啦吼，咱中昼请因食饭，安尼，咱所有遮的会友请因食饭。但是伊对咱教会奉献比食饭便当较济，所以请你较接纳咧吼，安尼，较接纳安尼吼，非常欢迎，感谢主，咱2个教会伫这个所在三当敬拜吼，这是真欢喜的事。感谢上帝，互咱教会有份上帝福音事工，望大家努力嘿，当会友增加。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新信诗403首，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
天父上帝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撒甲伫地，对这点教应世代无尽。阿免。